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所讀嘅經文係舊約以西結書第20章第1節至49節，主題係綜述以色列的叛逆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20章記載，第7年5月，有以色列嘅長老嚟坐喺以西結面前，想求問上主。上主嘅話臨到先知，叫佢哋回顧以色列喺埃及時期嘅背逆。上主講到，當年喺曠野向百姓顯明律例典章，又將安息日賜俾佢哋做記號，叫百姓知道上主係使佢哋成聖嘅主，但佢哋卻棄絕上主嘅律法。上主又帶領百姓進入應許之地，但百姓仍然喺高山上獻祭燒香，甚至使兒女經火，行上主看為可憎嘅事，一次又一次惹上主發怒。上主宣告要喺列國中審判百姓，使佢哋經過曠野受審，但為咗上主自己嘅名字，上主冇照住佢哋嘅惡行同敗壞去對待佢哋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20章記載，百姓多次背逆，但仍然蒙上主保守。回顧你自己嘅人生，你有冇睇見，就算經過好多次軟弱同背逆，上主仍然保守同引導你呢？